继续来看台中的逢甲商圈，过去人气正旺，连续几啊冬来到这的人数，每一年拢超过1000万人。但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人潮减200万人，这个饭店、旅馆带卖人数减一半，总体业绩大减10亿。在商圈硬景的摊商讲，这压力实在真大。 台东逢甲夜市呢，给人家的印象一向是都是人气超级旺的，但是这几年来呢，人气却不断的开始在下滑，甚至有些店家呢已经是没有办法营业倒闭了。有变化吗？有啊，比较没落。以前学生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都是人，现在没有了。来逢甲设计的人变少，大家拢感受到。平常日就比较少，所以你的压力还是一直都在，非常的大。 人气变歹，逢甲街啊，嘛世界容易当看到店面要拍出去。根据逢甲大学上新的调查，2020年来这设计的人是839万，比2019年减少220万，嘛创下团队研究13年来上少的人数。赚的钱嘛为2019年的73亿8000万，落到62亿1000万。大的商机嘛为19亿3000万，落到10亿7000万。 一天大概有占30%的观光客、国际观光客就不见了，所以它影响到它的整个营业，包括它的食衣住行。因为疫情，和有名的逢甲街啊，生意总变歹，头家嘛头壳没得烧。透过网络啊、外送平台，我们希望一些小农市集啊、文青市集啊，或者是美食市集，我觉得我们来朝这几个方向。就业绩除了店面转型，专家嘛有想法。 可以透过一些推荐系统啊，那吸引消费者来购买某些美食，然后购买了这项美食之后，我给他另外的其他的优惠。研究团队发现，民众用智慧型手机的比例高到99.4%，加强电子支付和智慧营销，佮加上拍广告方式改变，无得卡有机会，让人客佫想要转来设计。